香港天文台大埔滘潮汐站重建工程，因鋁板結構呈不規則形狀，再加上碼頭擠迫的工作空間，工程團隊採用三維建模，確保精準度，避免現場調整。鋼架與鋁板存在內地工廠預製，組裝好的鋁板結構，通過橫機等進行一次性安裝，減少工人暴露於海上危險環境的時間。自動脫鈎系統安裝防浪磚，避免工人在危險吊裝區內作業，消除潛水員水下解鈎風險，提升安裝效率，減少人工操作。近水安全創新設備，遙控救援水泡，無線操作，負載200公斤以上。歐盟認證防火救生衣為海邊焊接公道新定造。半自動焊接機，處理100毫米厚工字形裝對接焊，減少60%以上人工焊接，降低電焊閃光和煙霧吸入風險。自動灌漿混合系統，自動化水泥與水配比，消除人工開英泥袋、粉塵暴露，減少重型搬運傷害，灌漿效率提升70%。